对6月28开始，才经过4天密集的收集资料以及实地调查，来自台南市海淀、中安、中平、甲安庆国小以及和顺高中学生，已经将大家可能听拢唔捌听过贝克氏烟草用各式各样的模型以及海报论文的发表，对学生的观点来提出如何保护以及解决方案。贝克氏烟草的总体平均覆盖率为46%，所以要提高贝克氏烟草的覆盖率，不踩踏并改善水质，呼吁大众重视贝克氏烟草。我们更学会如何统计一个资料，然后还可以把它做成，我之前都没有想到还可以把它做成模型，还有海报，这些都是我们在学校体验不到的。贝克氏烟草除了是台港旅游社群经过多年努力，首次在山海圳国家绿地滩地重大发现。这摆透过台南社区大学台港分校的论文营，让学生已经不是单纯看册学习，而是行出户外实地体验，佢要将研究的心得来创意发表的教育模式。除了让学生对台港珍贵烟草有更深的认识和感动，嘛希望用因的研究来唤起公部门共同守护。今天在地方发现这样子的海草的生存，然后从孩子自己现地，他到现场，然后去看、去研究、去观察、去发掘。我觉得那个爱乡跟爱环境的心，那个真的就是从小从心开始。他发现的地方是在我们的台江国家公园的后方。那在那个细间带的那个部分，那将来怎么样透过保护的一些措施、告示牌的一些指引，还有我们教育上面的一些参考教材或者我们的乡土教材来做一些宣导的工作跟教育的工作，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事情。透过教育，透过公共治理，让咱山海圳绿道，让咱台港的这个湿地的这个文化生态会当愈来愈健全。这就是今仔日这个第12届留个专题小论文发表的这个重要。为了守护贝克氏烟草，中山大学海洋资源系嘛将甲南山林树、芬家人国家风管处以及台南社区大学持续推动保育计划，重建车地精神。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